爱的故事。影戏有真侪爱的故事，无论倒一国，拢有即款故事咧流传。我有一个台湾庄脚人的爱的故事。我读国民学校迄年，阿周应该是27岁，毋过有3个囡仔。迄阵的庄脚做事人拢早嫁娶，阿周因某叫做吕啊，后头厝是离阮庄无甲3公里的青埔啊。吕啊做新娘的时，我拄出世，阮姨仔讲有抱我去食倒，我家己是袂记得了了啊。新娘生做啥款型的，嘛拢无印象。因迄边的婚礼，听人讲毋是介顺势。吕啊，甲阿周毋是毋人报啊做亲情的。伫农业要机械化的时，阿周因老爸头壳较新，会晓要抢时行，庙会啊学一台铁牛啊，互阿周试过去甲人捧田。再来拢是用牛犁田，一步犁无2分地，这新家去，免饲伊食马也食牛，毋惊热，阁免休冻，比牛较勇，工作效率阁悬。有影是铁牛，阿周就是互青埔仔人水手啊请去犁田。中昼，吕啊担点心来，初见面就散着。过来，阿周便来用工，就出去要找吕啊。水手啊有3个查某囝，大个晓啊，旧年嫁去罗德堂。去年剩19岁吕啊，甲减1岁毋啊，讲来拢嘛9分啊。按算一年一个啊一个嫁，连续3年就款利。厝边笑讲，水手啊兴食大饼，兴甲即个型，逐年嫁查某囝拢有大饼通兴。就是安尼，阿周来找吕啊，伊也无主动，干那拼爱互小妹毋啊对。才会使甲吕啊带出门。战后差不多10年的庄脚社会，男女社交的机会真少。伫青春少年时，对异性开始有寡好嫌甲好感，聊聊啊，就互相的意爱啊。迄时的庄脚人对青年男女的交配。有的也是真保守，嫁娶爱毋人做小介，寒定了后，才肯互对方甲查某囝带去食茶、看影戏，也是优秀。也有较开化，亲像水手啊即款，无反对查某囝甲人自由恋爱。毋过着爱较大办的，男方来厝里拜访，介绍家己的家庭身世，住伫倒位，啥人的后生。即时咧做啥物工课？有带性命无？逐个问题拢问斟酌。若印象袂歹，查某囝阁肯，才要互伊带出去。亲像即款一半保守、一半开化的庄脚所在。查某囝互人带出去嘛，真危险。毋是惊对方甲查某囝揽衫来，是惊讲万不一即阵姻缘无成，日后别人尻川后因话讲，某某人的查某囝迄阵互带出去几若摆，敢要阁规身躯好好。有诶较有口德，袂乌白相甲人交疑。毋过要是会想讲，即个某人的查某囝。着甲某咪人的后生行遐济摆啊，尾啊，他的婚姻无成，
敢是有啥欠点，互对方看破骹手。若查某囝要互人带出门，会晓的拢会找小弟小妹陪阿姊去。三个人做伙出门，都袂有啥歹话、闲话。嘛有迄厝里无囡仔通找教的，就甲厝边隔壁借囡仔。这是好康的课，出门有食，阁有掠。逐个囡仔拢欢喜，互人借去做青仔丛。即阵的话讲是电灯泡。也有查某囡仔嫌身躯边加缀一个卫兵，伤晦气，就抱一只猫仔，也是狗仔做伙出门。迄猫仔狗仔的颔棍拢袂使拔扫啊！一来手抱动物，通证明伊的清白；二来嘛加添查某囡仔的要求。